係張老師，今日就同你哋講下的得地嘅用法。好多小學生都會覺得混亂，特別用普通話嚟讀呢3個字，基本上係冇分別，真係會講下講下就寫錯啦。好彩我哋係用廣東話嚟讀，的得地就有3個讀音啦。好啦，而家直入正題，以小學生嘅日常為例。首先，的係放喺形容詞嘅最後，同時就放喺名詞嘅前面。咁呢一個形容詞就係用嚟修飾嗰個名詞啦。例如有美麗的公主、英俊的王子、美味的糖果、漆黑的天空等等等等。記住以下公式，的係放喺形容詞嘅後邊，名詞嘅前邊啦。跟住落嚟就講下得係點樣用啦。得後邊嘅詞語係用嚟說明得前面嘅動作或者形容詞係點嘅樣。簡單啲嚟講，俾個例子你啦。例如高興得跳起來，咁跳起來呢，就係補充翻高興嘅程度。生長得很快，很快就係講下生長嘅程度係點樣啦。記住以下公式，得嘅前面係放動詞或者形容詞，而後面就係補充翻前面嘅嘢啦。最後就講下地嘅用法啦。一般地都係放喺形容詞嘅後邊，同時就放喺一個動詞嘅前面。咁呢個形容詞就係用嚟修飾嗰個動詞啦。例如快樂地玩耍，快樂係形容玩耍嘅情況。飛快地跑，飛快就係形容跑嘅速度啦。記住以下公式，地嘅前邊係形容詞，後邊係動詞。只要記住以上呢3種公式，相信都夠應付日常嘅生活啦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